你好，哇，冠成加油！哇，我看到对不对？你一边在日本大学嘛，对，你他是在经济大学的，对，日本。那是第一年就选秀进来的。支持咱台湾的选手，在海外咧拍拼，那个选手有如来如何的表现，啊，能够立足我们的国际，啊，让我们台湾人引以为傲，啊，你就是未来，一定是我们台湾之光啊！加油！所以这个送给台湾加油！对。市长现在正前方，这个是西武球场前火车站。哦，对。那东京的都内的话，比如说最热闹的池袋，这里是西武球场前。哦，这个地方。对。这个位置不错哎，可以坐着，也可以很舒服的仰着往前看哦。这一区的席位是哪一家厂商换的，然后他就做一些不一样的。